夜晚運作嘅時間啦，咁其實懲教人員需要無間斷咁樣每隔15至20分鐘啦，咁巡邏晒咧院所裏邊所有嘅囚倉，咁確保翻咧在囚人士喺裏邊嘅安全啦同埋健康嘅。咁但係會唔會巡邏期間呢，其實有啲在囚人士咧趁住呢啲空檔咧，咁就會做出一啲異常嘅行為。咁包括咗一啲嘅上吊自殺啦。咁啊為咗令到咧就負責監測嘅同事更加全面咁理解成個異常行為出現嘅情況咧，咁其實系統咧就可以咧就喺將事發之前嘅幾秒咧已經可以偵測到呢個咁嘅情況咧，全面咁樣咧就係俾負責監控嘅人員咧就睇到嘅嚇。咁亦都咧就頭先聽到咧就聲音亦都轉變嘅。當我哋咧就除咗有顏色嘅警號之外咧，咁咧就亦都發出一啲警號咧就提示監控嘅人員。咁啊要即時去處理相關嘅情況，就無疑嘅在囚人士咧，咁咧就攀高咗。咁其實佢攀高做啲咩咧？有機會咧亦係準備咧作出一啲自我傷害行為，譬如跳落嚟啦，或者係上吊自殺啦，又或者咧就係希望咧就攀到去高處，將一啲違禁品做出收藏。咁系統亦都即時咧就幫我哋咧就作出偵測嘅。如果有在囚人士咧，就當暈倒嘅時間，可能屬於一啲危急嘅事件嚟嘅。咁所以救援個時間性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希望咧就透過個系統咧加快整個救援嘅時間。我哋都將相關系統加裝咗一啲嘅遮蔽嘅功能啦嚇，咁而相關嘅遮蔽功能咧就係主要咧就希望咧佢哋遇刺嘅時間佢嘅私處咧就全面被覆蓋嘅嚇，咁而咧就相關嘅遮蔽功能亦都經過機電工程署核實咧，呢啲影像咧係無法還原嘅嚇，咁而相關保存嘅影像咧就相對時間亦都非常之短嘅。